之一，落後於年率化通脹率。至於俗稱懶人基金嘅預設投資策略，旗下嘅核心累積基金喺過去12個月平均淨回報係14%，累計淨回報6.9%，同樣跑贏通脹。截至舊年12月底，強積金總資產升到大約15,500億，創新高。積金局提醒，強積金係跨越超過40年嘅長線投資，市民應該根據個人財務狀況、風險承受能力等等嘅因素投資規劃，唔應該嘗試捕捉市場。無線電視記者陳詠雲報導。公立醫院今個月起實施新收費，多間急症室輪候時間仍然好長。有立法會議員就認為，長遠應該增加市民求診嘅選擇。今年元旦開始到公立醫院急症室求診，非危殆同埋危急病人診金增至40蚊。新措施首日，病人由之前平均5,500人減少到4,000人以下，但之後回升至5,000人以上。多間急症室次緊急同埋非緊急類別病人輪候時間仍然長，部分人要等7個半鐘以上。我諗4個鐘到啩，都700-800蚊咁樣嘅。如果睇私家，都要6-7個鐘啊，好。最好有啲街症可以通宵咁樣，唔使我哋咁，即係好心急啊！即係有咩事起上嚟咧，私家又冇24即係通宵，咁你下政府要急症，咁急症又貴，咁我哋都冇辦法。咩啊？